国际新闻来看，9月中开始，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拢受到罗西亚无人机的攻击。今仔又搁传出讲，伫丹麦哥本哈根机场、甲挪威奥斯陆机场有无人机干扰，嘛暂时关起来。另外，联合国安理会有一场紧急会议，就针对罗西亚的战机入侵爱沙尼亚的领空来提出警告。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的半暝是真无平静，受到几只互警方形容讲是体型真粗的不明无人机伫机场的空中登势影响。这个北欧上无用的机场，伫当地时间日暗时8点，因为安全的理由暂时关起来，差不多4点钟，至少造成35架航班改降。几点钟后，伫挪威首都的奥斯陆机场嘛传出亲像这种事件。瑞典先驱部报道，有2个操控无人机的外国人被逮捕，但是无清楚感受和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系。欧洲的空气伫这半个月以来是真无平静，伫这1礼拜外以来，一直有罗西亚的无人机甚至是战机对北约的盟国越境干扰，先是19架无人机入去到波兰的空隙，罗马尼亚嘛有。顶礼拜6礼拜，佮传出3架罗西亚的米格31战机拢入去爱沙尼亚芬兰湾的领空，停12分钟这么久，互支援北约顺风波罗的海意大利战机升空甲驱离。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声明讲，任何飞行物只要侵入波兰，会随甲拍落来。Decyzję o zestrzeliwaniu obiektów latających my będziemy podejmowali bezdyskusyjnie wtedy, kiedy naruszają nasze terytorium i latają nad Polską. 北约同意的国家互罗西亚以各种方式起无空测试底线。北约除了启动东翼哨兵行动加大防御，北约联合国安理会嘛召开紧急会议，会中爱沙尼亚的外长是提出类似的证据，但罗西亚的代表同款是讲，因的战机是伫波罗的海中立水域顶悬在飞行，无入去到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互这个开会的代表是做伙强烈批评。I say this openly to 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oom. Your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reckless, dangerous, and go against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ussia's reckless actions represent not only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a destabilizing escalation that brings the entire region closer to conflict that at any time in recent years. 10当中一架罗西亚苏凯2式战斗轰炸机，无得插人真侪摆的警告，弄入去土耳其的领空，互土耳其以 F-16甲拍落来。这么北约的态度敢要较硬咧？日一美国总统川普向媒体问到讲，若罗西亚升级行动，美国敢会出手来协防和罗西亚相接的北约盟国？对这，川普嘛，互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